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还有我们的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看了很感动的一篇内容，题目叫做聪明跟品德。内容讨论到有一位外国的教授到中国讲学的时候，他听说中国人特别聪明，他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实验，看看到底怎么样。于是他就在一群中国孩子当中随机挑选了3个孩子，一个11岁的女孩，一个8岁的男孩，还有一个大约在5岁的女孩。然后他就拿出一只玻璃瓶子，那个瓶肚是很大的，瓶口很小，瓶子里面装着3颗刚好能单独通过这个瓶口的小球，小球上面系着一根细绳像青藤一样从瓶口爬出来。实验的器具都准备就绪之后，他宣布了游戏的规则。这3个小球呢，分别代表你们3个人，而这个瓶子代表一个小游乐场，你们3个人正在游乐场里面玩耍，突然一头老虎闯了进来，你们必须要赶快逃命哦！记住，我数7下，也就是只有7秒钟。如果你们当中谁还没有逃出来，谁就要被老虎给吃掉。宣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把3根细绳分别递给了3个孩子。这时候空气骤然凝滞了，好像死神就在四周徘徊。3个孩子的脸上都开始露出了紧张的神情。接着教授做出了开始的手势，只见5岁的小女孩很快速的从瓶里面拿出了自己的球。接下来是8岁的男孩，他先是看了一眼比自己大的女孩，接着也很迅速的将自己的球拿出这个瓶口。最后是11岁的女孩，她从容又清洁的拿出了她自己的球。3个孩子都很顺利的逃了出来，全部时间竟然不到5秒钟。教授惊呆了，本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，竟然这么平淡乏味的结束了。在赞叹一番之后，他就问那个小男孩：你为什么不争先逃命呢？小男孩摆出一副很勇敢的姿态指着旁边的小女孩说：哎呀，她最小嘛，应当让她先走啊。教授又问那个比较大的女孩，女孩回答说：3个人里面，因为我最大，我是姐姐，应该最后走啊。教授不禁问了：那你不怕自己被老虎吃掉吗？这个小姐姐就说了：怕是怕，可是都让他们先走啊，因为毕竟我是姐姐啊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泪水从教授的眼里面涌了出来，在场的人也大都为之震撼教授就说，他曾经在许多地方做过实验，几乎没有这么顺利完成的。所有的孩子都是争先恐后，互不相让。各位，中国古代对伦理道德教育是非常的重视，所谓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长幼有序以良好品格的培养当作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。聪明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公案当中，3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，聪明不仅仅是高智商，更加是一种爱，一种责任，是一种无畏的忘我品格，一种为人着想的美德，一种同心协力的精神。我们如果具备这种崇高道德的聪明，便可以扬起人生的风帆，无惧的面对人生的风雨啦。我们只要遵守做人应该有的道德，互相礼让，自然能够逢凶化吉。所以道德是维系整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
今天我们将这个公案来转述给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对自己的品德一定要自我要求，不要伤害自己，不要伤害别人，而且能够尊重别人，能够包容别人，这样社会才会和谐，才会更加的进步。希望大家都能遵守这样的一个理念，有正确的观念之后，我们要付之于行动，要有实际的表现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读书才真正起到一个最大的力量。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